我哋今日睇下白羊座嘅，睇下錦囊係查到咩牌？逆面嘅 moon 月亮，月亮逆面 moon。大家諗到月亮代表乜嘢？應該大家好清晰。moon 邪惡黑暗嘅化身，狼荒野。白羊座嘅朋友喺未來2個月，糾正下呢個收逆面唔係正面，有投射因素，但係有啲唔同嘅一個際遇。白羊座朋友喺未來2個月，你如果唔採取啲陰暗邪惡嘅手段，你係得唔到你想要嘅嘢，得唔到你想要嘅嘢。太邪惡啦，太黑暗。白羊座朋友喺未來2個月，你同你嘅伴侶會有啲佢唔係大嘅矛盾，佢係啲有關你哋對某一個問題，或者我哋理解係世界觀嘅一個唔同睇法。你睇未來2個月有一個你哋原則性嘅對世界觀嘅一個唔同睇法，或者係做人嘅一個方式，或者對待某啲你哋需要共同面對嘅問題嘅方式，你哋有唔同嘅一個見解。喺未來2個月，你哋會有一個比較灰暗嘅時期，冷戰。佢唔係矛盾爆發，冇搞錯，佢係一種冷戰。即管睇下白羊座朋友未來2個月，你同你嘅伴侶之間會有一種雙方都有啲沉默嘅冷戰，邊個都唔想理邊個。要注意嘅係2個層面，我睇到2個層面，一哋抽佢逆面，呢種情況叫弊家伙，唔係幾好。2個層面係表面上係見到啲陽光，見到啲你哋相處正常嘅，但係實際上你哋底層係一個比較灰暗、比較邪惡、比較黑暗嘅一個相處環境。攞上台面講就係你哋喺人前或者唔知，甚至乎你哋日常2個人相處嘅時候，你哋可能都扮作係大家冇事發生，但係實際上你哋係文學上講係心有芥蒂，講返白話就係你哋都知道你哋之間出現咗問題，但你哋表面邊個都唔攞出嚟睇下商量點解決。有啲個問題喺黑暗之下，或者喺夜深人靜嘅時候，你哋瞓埋一張床都係背對背，各自睜大眼諗自己嘅問題。一到天光啦，可能食早餐啦，大家可能當乜事都冇，但係一到夜晚，呢一種黑暗邪惡又返到你哋嘅關係之中，解決問題暫時見唔到解決嘅一個跡象，呢個陰影，呢個邪惡係揮之不去。對你嘅關係嚟講，喺未來2個月係
揮之不去。就啲細節，今日就唔多講，講到呢度啦。希望你明白，白羊座嘅朋友，希望你明白或者了解我頭先所講嘅嘢，喺你身上發生緊嘅嘢，希望你明白啦。